连我们午觉都要大团结，对不对？未来的斋节，诸位，因为我们看不见，先头看得见都非常的着急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家人是主轴，我们一定要2倍，第2倍的华丽最强哦。一家人，我们先表演1遍，第2倍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一家人大团结好不好？各位前贤，我们团结起来，有老师在后面让我们支撑，我们往前向前，弘扬真理哦。我的家在无极里天，你的家乡也在老母的地方。从前，我们修道是一家人，现在我们明理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了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将祖师的真理弘扬世界。大团结了！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感谢上天降道之恩，感谢施恩女德的护持，感谢前人，感谢后前人，感谢点燃师跟我们的照应，感谢各位前贤的护持，我们努力修道向前，我们要勇敢向前。